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澳華養老頻道，澳洲養老知多少？今日同大家講下澳洲政府長者退休金 Age Pension。呢項係澳洲政府提供嘅基本退休福利，對好多有需要嘅長者嚟講，係日常生活一個重要嘅經濟支援來源。適合年滿67歲、符合居住要求嘅長者申請，要通過收入同資產評估。單身人士每2個星期最高可以領取澳幣1200蚊9毫，夫婦每2個星期最高可以領取合共澳幣1810蚊4毫。金額會喺每年3月同9月按物價指數作出調整。咁邊個符合資格呢？一般嚟講，只要你年滿67歲，喺澳洲累積居住滿10年，並通過收入同資產測試，就有機會申請領取。申請方法有2種，可以登入 Centrelink 網上賬戶申請，或者親身前往服務中心辦理。溫馨提示：申請之前記得先到 Service Australia 官網了解最新嘅申請資格同所需文件。快啲關注澳華養老，解鎖更多實用嘅澳洲養老資訊。